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我係梁素梅傳道。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經文係哥林多前書第10章1至到33節。喺1至12節嘅經文，保羅就引用咗一啲舊約嘅經文，目的係想以古喻今。保羅從舊約嘅經文提到有關以色列人曾經出埃及、過紅海，亦都有雲柱作為引導。佢哋曾經食嗎哪、飲磐石流出嚟嘅水嘅經歷，亦都曾經拜過偶像、行奸淫等等嘅惡行嚟到作為鑑戒。目的係希望哥林多教會嘅信徒能夠從歷史中吸取屬靈嘅教訓，佢哋唔好過於自信，自己以為已經站立得穩。佢哋需要學習嘅係謹慎謙卑，免得嚟到跌倒惹神嘅憤怒。當保羅作咗一番嚴厲嘅警告之後，佢亦都有顧念到喺教會裏邊可能有一啲嘅軟弱肢體，佢哋未必能夠站立得穩，故此亦都俾佢哋一啲安慰嘅話，就係喺第13節裏面就提到，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神係信實嘅，當我哋落喺試煉嘅過程當中，神必不撇下我哋，神必與我哋同在，並且會為我哋嚟到開出路。所以我哋只管嚟到緊緊倚靠神。跟住落嚟喺第14至到33節就提到哥林多教會嘅信徒，佢哋有啲唔啱嘅行為。雖然佢哋冇拜到偶像，但係當佢哋進入偶像嘅廟宇嚟到赴呢個筵席，係一個極大嘅試探，就俾咗魔鬼留咗地步。因此保羅就以主餐為例，比喻喺偶像嘅廟裏面坐席，說明基督徒既喝了主嘅杯，便不能喝鬼嘅杯；既吃了主嘅筵席，便不能吃鬼嘅筵席。因此，佢哋需要逃避嘅呢啲事。喺主餐嘅過程當中，信徒分享嘅一個餅，表示我哋係基督裏面成為一個身體。我哋既係共享基督嘅身體，咁樣我哋就唔能夠再參與喺偶像嘅廟宇當中嘅筵席啦。另外喺另一方面，保羅亦都提醒哥林多信徒唔好只顧個人嘅利益，而漠視軟弱肢體嘅需要。喺第25至到31節嘅經文，重複最多嘅字眼就係良心，一共出現咗5次。無論係喺市場買嘅食物，返到屋企，抑或參與未信朋友家中嘅筵席，都可以領受嗰啲嘅食物，因為地和地上所充滿嘅都係屬於主。但係倘若參與未信朋友嘅家中筵席嘅時候，對方就講明呢啲係獻過祭嘅食物，咁樣即係表示佢哋嘅心裏面都會對於基督徒可唔可以食呢啲嘅食物存有疑問。咁樣我哋就要就對方為咗對方良心嘅緣故，我哋就唔食，我哋就要學習放下我哋個人嘅自由，免得我哋嚟到絆倒別人。喺經文裏面提醒我哋，無論或吃或喝，無論做啲咩事都好，我哋都要為榮耀神而行。當面對哥林多教會信徒唔啱嘅行為，保羅佢以嚴厲嘅言辭嚟到提醒佢哋要以史為鑑，亦都以慈父嘅心嚟到安慰嗰啲軟弱嘅肢體。另一方面，保羅亦都俾我哋寶貴嘅勉勵。喺行事為人上，我哋千祈唔好只係單顧自己嘅事，只求個人嘅利益，乃要造就別人，建立別人嘅生命。所以無論做啲咩都好，我哋都要為到榮耀神。今日當我哋成為主嘅門徒嘅時候，我哋嘅行事為人，我哋都要嚟到去與蒙召嘅恩嚟到相稱。願我哋嘅生命都能夠時常散發基督嘅香氣，能夠帶領更多人嚟到認識主耶穌，得着救恩。我哋一齊同心禱告。親愛嘅天父，感謝你藉着今日嘅經文提醒我哋要以史為鑑，
喺行事為人上，我哋要謹慎自守，無論或吃或喝，做啲咩都好，我哋都要以榮耀神為目標。願我哋都能夠時刻敏銳聖靈嘅督責同埋提醒，每一日能夠緊緊嘅倚靠神，活出基督嘅樣式，帶領我哋能夠去帶領更多人嚟到去認識主耶穌，得着救恩。感謝神垂聽我哋喺你面前獻上嘅禱告，我哋嘅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寶貴嘅名字祈求，阿門。